真政治的消息。2024年总统大选已经开始啊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天甲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，因的这个举动真受到外界注意，因为是已经表态参选总统的郭文天，也未决定副手的人选。外界真关心讲，这个瓜果皮敢有可能？针对这点，台湾民意基金会伫昨公布瓜果皮的民意调查，有33.6%的民众乐见瓜果皮，以含阁有49.1%的人无认同。进前郭文天官方频道有播出一段去这个嘉义女中演讲精华的片段。短短3天尔，就超过100万人看过，伫网络又阁引起话题。办双城论坛一定会跟大陆会有沟通嘛，对不对？那人家一定会一直问我们说，以前的那个台北市长都是选总统的人，那你以后会不会选总统？2016年，郭文天以好友身份接受台医生访问，讲到中国不爱伊选总统，即嘛这个单位风晓出来。郭文天阵营反击是抹红，随郭文天的民调慢慢伫咧压悬，外界网络伫咧关注副手人选会是谁。有人喊出郭董怎么看？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过瓜皮民调，结果显示有33.6%的民众感觉这个组合袂歹，不过有49.6%的民众是无看好，其中蓝营和绿营支持者无看好的人上多，民众党支持的人就较多。按为年会来看，20到24岁支持过瓜皮来到49%，愈年会人对过瓜皮态度保留，愈少年的人接受度愈悬。我们是嘉义女中的学生，我们想要邀请您以医生身份来帮我们上一堂演讲课，这是我们亲手写的邀请函。嘉义女中好了。答应去学校演讲，郭文天官方 YouTuber 顶抛出家己女中演讲精彩影片，接播3天的时间，就超过100万次点来看。是在手术失败，然后面对病人死亡，要怎么调试心态跟面对家属？我最大的压力不是面对王世坚，我最大的压力是出去宣布死亡。所以有一天病人真的死了，你觉得说啊，我尽力了，这样会比较容易过关的。那你要觉得说啊，我还有哪个地方可以改善，就很难过关的。所以这样呢，问心无愧，尽力。分享人生的经验，另外一支影片，郭文天伫咧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，影片播16天，嘛超过130多万次红点来看。现阶段，您的两岸政策还包括两岸一家亲吗？您是否认为中华民国包括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？你是大陆来的，你主要问我中华民国有没有包括大陆地区？郭文天的回答和全场是听甲笑嗨嗨，嘛有真侪少年看甲真介意，和学生座谈交流，伫咧社群媒体继续引起真侪话题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